可能以前我太對你唔住，對你太不負責任，上天要咁樣懲罰，所以先有咁多嚟考驗我哋兩父子。我哋放心，每樣困難，我都一定會揾到盡翻嘅。我哋三父子一定可以從頭嚟過。明安琪，我哋阿俊仲未絕望㗎。我知佢咪人哋講得咁衰，我從來都冇放棄過佢。不如你同我哋一齊過去台灣揾佢啦。我唔知我仲有冇勇氣見翻佢，又或者係佢冇勇氣見我。學友，你對佢點樣？我相信佢感覺到。爹哋，如果你哋過到去台灣揾到阿俊，唔該你話俾佢知，我決定咗去南斯拉夫參加無國界醫生組織。你要離開香港？我覺得呢一個係目前最好嘅做法。留喺香港有太多阿俊嘅影子，係適當嘅時候行開下。學友佢真係諗住去南斯拉夫啊？嗯。希望佢過去嗰邊可以忘記啲唔開心嘅嘢。咁你同你爹哋過台灣，諗住幾時翻？揾到矛盾咪翻嚟咯。咁如果揾唔到，你諗住點啊？唔知㗎。唉，其實雖然我哋係同父異母，但佢始終係我爹哋親生仔，佢就係我哥。我唔想見到佢而家咁樣。其實佢喺台灣已經好慘，佢又跛咗隻腳，以後又翻唔到嚟香港，我真係唔想見到佢咁前途。如果你同你爹哋肯幫佢，咁佢都仲有啲機會。其實你哋一家人可以好翻係件好事嚟，我都希望同我爹哋可以好翻。我今日見過媽咪啊，佢個人成個落晒嚟，心情仲好 down。佢話口水堅嘅死係報應。我問佢係咪爹哋做，佢都話唔知。以你爹哋嘅性格，一定唔會咁容易放過佢。我擔心你啫。上次佢揾人淋你火水，係因為我喺度，你先冇事啫。下一次真係唔知會點。咁我請你做我24小時嘅保鏢，咁我咪安全咯。你仲有心情講笑嘅？因為我想娶人做老婆。邊個？你咯。如果我真係同你結婚啊，爹哋實登報紙同我脫離父女關係啫。媽咪實唔睬我。爹哋，嚟咗啦！爹哋啊，哥哥病咗。
你揾我嚟有咩事啊？兩父女見下面傾下偈，使唔使特別理由啊？第時，我今日唔會鬧你，更加唔會逼你離開高學路。我唔想再同你嘈，只係想同你傾下心事。以前我係過分啲，不過你應該明白，細佬咁樣死咗，對我打擊好大。個肥仔梗係唔係有學郎叫佢嚟嘅，你信我？我信你，我把口最錫你噶嘛，而家細佬都去咗，我唔再想同你鬥。我唔想我哋兩父女好似仇人咁樣。我以後唔會再逼你同阿華分手，更加唔會揾人對付佢，亦唔會對付何雲。真嘅？我哋都爭咗幾十年咯，佢而家衰到咁樣就算啦。嗰日我撞到個法師，佢同我講，佢話寬恕人，就即係寬恕自己。你卒之諗通啦。我仲可以做幾多日人？我都唔清楚，我都唔知道，何必咁斤斤計較啫？第時。你睇下爹哋係咪老咗好多啊？入嚟啊！細哥，頭先同我爹哋傾完偈啦。自己嘅親生女都氹唔掂，我點同外邊一大惡面啊？佢信你嘅話，佢翻去就同高龍講。本來咧，我想利用呢個衰女過橋，等佢話俾高浩雲、高學龍聽咧，我以後唔對付佢哋。等佢哋除咗好多戒心，咁我落手咧就容易好多。點知今次有意外收穫。咩收穫？茅津啊，係高浩雲嘅親生仔。唔係嘛？我都唔信。但呢個衰女，我氹得個兩氹，乜嘢都講晒出嚟。茅津明明係高浩雲女婿嚟噶，點解突然間變咗親生仔嘅？唉。有段古嘅，我慢慢講俾你聽。茅津嘅衰仔本來咧，我就放佢一馬啦。但係而家知道佢係高浩雲嘅親生仔，我就唔會放過佢。你想點啊？第時話咧，高浩雲同高學龍會去台灣揾下茅津。等個三仔爺喺台灣見面嘅時候，我哋就揾人搞掂佢。呢件乜事喺台灣做，查都難查好多。咁我打下電話俾雷霆，叫佢嗰邊準備一下啦。即刻講。Uncle，早晨。早晨。嚟坐。嚟食啲嘢。知唔知我為咩請你一齊嚟食早餐？輝煌收購咗天浩嘅事。我咁新咧，早排就不自量力，抌咗好多錢喺個科網上邊，結果就錢手錢腳，蝕都入肉，冇辦法將佢旗下有啲唔賺錢嘅生意
就買咗。其實嗰陣時佢收購天浩嘅時候，天浩已經唔係好掂，佢係好憎我哋兩仔爺，所以有心整死我哋。你記唔記得？我同你講過，做生意呢唔能夠情緒化，唔能夠因為自己嘅喜好做咗一啲對自己對公司冇益嘅嘢。我記得天浩集團旗下嘅公司咧，前一排嘅業績就唔係幾好。不過我睇佢個根基仲係唔錯嘅，尤其是傳媒娛樂嗰方面做得幾好嘅。如果有人才，我相信會將佢搞翻生。我想請你入天浩做 CEO， 幫我搞翻生。我好定係唔好？好。你知唔知我為咩要請你？我對天浩仲有感情，我最了解天浩。呢係其中一個原因，但係唔係重要。一個人受咗好大嘅挫折，唔自暴自棄，有勇氣爬起身，我覺得呢個人咧一定係有好強嘅戰鬥力。所以我覺得你個後生仔好有前途，我願意俾個機會俾你。多謝一哥，我會俾心機做。多謝一哥。其實呢次俾機會你好好地擺埋。我會噶啦，我一定要將天浩攞翻嚟。你放心，天浩係爹哋多年嚟嘅心血，呢次真係全靠晒你。爹哋，翻嚟啦，買咁多嘢嘅？買掂啲嘢去南斯拉夫啊嘛，呢日又想帶，嗰日又想帶，執執埋都幾箱行李啊。嗰邊好辛苦噶，你頂唔頂得順噶？就因為由細到大都未捱過，所以過去磨練下咯。即係對你好有信心嘅。係咧，你哋去台灣啲嘢都成點啊？使唔使我幫手啊？唔使，我哋兩個人好少行李啫嘛，你顧掂你自己先啦。咁我擺低啲嘢先。其實我哋應唔應該叫埋學友過去台灣？如果佢想去嘅，佢自己會出聲噶啦。佢走到咁遠，無非係想避下嘅。对了，喝不喝酒啊？喝不喝酒啊？你这脸真怪啊！这从早到晚也不说话，这别人呢还以为你是哑巴呢。哎，对了，我看你这斯斯文文的，怎么搞成这样的？腿也断了，手也折了啊！哎，我看你一定有一个很悲惨的经历啊，说来听听好不好？哎，说嘛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我以前也不是这个穷样子的。啊，我也读过书，20多岁我就大学毕业了。哎，那时候我还有点钱呢，哎，做了点小生意，老婆也很漂亮，而且呢，我还有个儿子，他家里很幸福啊，开着奔驰，养着洋狗，他什么都有。不过可惜啊，我就错在太好色了。
我在外边有个女人呢，她叫我买股票，还说一定赚。哼，谁知道一个金融风暴就搞得什么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钱没了，人也老了，那个女人呢又跟着别人跑了。我以为回家就可以点温暖吧，啊？哪知道呢，这一回家，老婆整天吵个不停，我一上火我就打她，结果老婆也跟人跑了，我老妈呀也给活活气死了。我就这么整天喝酒，啊，喝得醉醺醺的，结果儿子发烧也不知道，最后儿子也死了。那时候我是什么都没了，自杀也死不了。哎，我看这上天对我的惩罚，就那么凑合活下去吧。我是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天的事儿懒得管它了。哎，说说你的事儿吧，你到底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啊？你倒是说点话嘛！哎，真没意思。哎，我睡了，懒得给你啰嗦了。小姐，麻烦你。謝謝。麻煩點數。唔使擔心啊，爹哋。上到房即刻打電話俾小黑，揾到小黑應該揾到阿俊哥。真係揾唔到小黑，打車房嘅冇人聽電話。唔緊要啦，唯有陣間再揾過。阿扁，今天我看前门的效果不错，等一下我们一起去买酒客啊。阿俊已經死咗。你唔使避我，我講完我要講嘅嘢，我就走啦。我聽日一早去南斯拉夫，或者會去埋印度，去埋非洲。我參加咗無國界醫生組織，一去起碼3年。咁你保重。我希望你3年時間大家，3年之後，我哋可以從頭嚟過。直到而家仲未睇清楚我咩人。
睇清楚啲。點啊？係唔係遠得就你睇唔清楚？睇清楚啲。睇清楚啲啊！我只係想利用你嘅啫，我根本冇愛過你噶。唔係，你係愛我噶。學友，你唔好咁蠢啊，好唔好啊？我知我係蠢，無論你點樣對我，我都係咁中意你。我知你亦都係中意我噶。爹哋同阿哥過咗嚟台灣，佢哋唔係要揾你晦氣，佢哋係想嚟幫你嘅。我知你得噶，你又可以嚟過噶，只要你唔放棄，所有嘢都可以從頭嚟過。對唔住學友，我呢個人根本就唔值得你中意。你知道我媽查想佢睇到咁深，我竟然做事對你仲幫佢做嘢，老豆對我咁好，將天河交手俾我帶，我竟然仲想害死佢，親手對佢害，佢係我親生老豆嚟嘅，你知唔知而家我心好內疚，我根本都唔係人嚟嘅。我而家咩都唔諗，我只係等一個機會。呢條手尾我搞掂之後，我自然會翻香港自首。你係唔會坐監噶，爹哋同阿哥都唔追究咯。有咩親到過一家人？多謝你學友，祝我好運。我比你哋先一步聯絡到小黑，佢都係啱啱先查到阿俊嘅下落，我咪叫佢帶我去揾佢咯。咁我而家點啊？佢好凄涼，一個人住喺間爛屋度。咁點解你唔帶佢翻嚟？而家咁嘅情形，佢點會肯跟我翻嚟見你哋啊？佢同我講過，佢會翻香港自首。佢真係咁講？但係佢話翻香港之前，佢要搞掂埋啲手尾，我好擔心啊！我驚佢會揾雷霆報仇，你哋想下辦法阻止佢啊！我會坐夜機翻香港，聽日一早去南斯拉夫。真係決定要走，朋友。你一個人去到嗰啲地方，一定要小心啲。你哋一定要幫我盡啊！我想而家即刻揾佢。俊哥，你们找谁？是不是有一个叫毛俊的人住在这里的？毛俊？是啊。哦，那个高高的，脚一拐拐那个，就是他。哦，原来他叫毛进呐、他从来没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啊。不过你们来晚了，他搬走了。搬走咗，你走咗。
你知道他现在往哪里去吗？哎呀，他有心躲你们的话，他怎么会告诉我他住哪儿呢？不过他留下了一封信。啊，这里。今天是庆祝你们中红集团10周年的纪念，我在这预祝我们的合作，在将来的10年、20年，比以前的10年更成功。好的，你在香港是商界的大哥，我在台湾也是商界的大哥，咱们两兄弟合作，前途是一片光明啊！对呀，来干！你们2位整个晚上也在各来各去的，我就在旁边，好像是陪走的。好，小天，对不起，委屈了你。来，宋大哥陪你喝杯。哎，1杯不够，再来2杯。我今天晚上要把你弄醉啊！好，你别说要把我弄醉，就算是把我弄到床上去也无所谓。哎，你的嘴好坏耶！对不起，我去1号。喝了这一杯再去。好，聽你講。上車啊！一定你好嘢啊！搞到啲人有揼掂。梗係啦，有我出馬點會唔掂㗎？佢會喺10週年慶祝晚會嗰晚，正式向傳媒公佈同你嘅合作大計。靚女。係啦，矛盾個仆街仔而家點啊？你要佢仆佢可以唔仆咩？佢衰到貼晒地添啦。跟住就係高浩瀚同高浩龍。嚟，我同你乾杯。會恨你，
某日我哋和別人嬉戲，我可以扮傻。明日我還愛你更加多，神都話過，我就算千錯萬錯，缺陷再多都不討厭我，只想幫你錯，同樣將你抱住看清楚。我會負更多，可不可當作茶杯裏面烽火？誰不再聽情歌，聽四面楚歌。我們找李平。新來一位找他。高浩宇。請出吧。李小姐，有位高浩云先生找你。請他進來。哎，請跟我。請進。回頭送兩杯茶過來。不用。那你出去吧。過嚟坐，副長有得。幾時過嚟求得㗎？都唔預早通知聲嘅。我叫人去接你哋嘛。我諗門面嘅説話大家唔使講，我係心照。好啊，咁直接啲咯。你今日上嚟揾我想點啊？找我負氣鬧衰我啊？係有一個問題，我一直都諗唔通。我想你話俾我聽點解？嗯。你爸爸係我大舅，你叫我做姑丈，我哋總算一場親情。點解你要幫劉錦新嚟對付我哋？原來就係為咗呢個問題。我諗你誤會咗一樣嘢，我喺孤兒院嗰度大嘅，我唯一一個親人就係我四季老母，除咗佢之外冇噶啦。我亦都唔知咩叫親情，因為喺我未出世嘅時候，我已經俾我親生老豆拋棄咗。去到佢死嗰一日，佢一眼都冇望過我。你唔係話俾我聽，你10幾歲嘅時候，你老豆去孤兒院度認翻你。Sorry， 我講大話啦。其實10幾歲嘅時候，去孤兒院嗰度收養我、帶我走嗰個係羅錦新至真。冇理由嘅。30年前，雷諾天喺香港隻手遮天嘅時候，已經同羅錦新係死對頭。冇理由去收養雷諾天個女嘅。佢冇話俾我聽點解，我亦都冇興趣知。不過羅錦新呢份人呢，冇利益嘅嘢佢唔會做嘅。我諗佢收養我唔係全心想做戰士啩。原來你幫佢做嘢係想同佢報恩。咁我冇咁偉大。我諗你用互相利用呢4個字嚟形容我同羅錦新嘅關係會比較貼切啲。我個人好無情無義㗎，邊個幫到我俾到好處我咪幫邊個咯。如果有一日你哋話俾我聽，你哋可以俾到好處俾我多過羅錦新好多嘅，可能我會調翻轉頭幫你哋去對付羅錦新嘅咩？你好可憐。唔係啊，幾可愛啊！我哋冇咁多好處俾你，去幫我哋對付羅錦新。我哋只係希望你可以幫我哋揾到矛盾嘅。矛盾？我幾乎唔記得呢個人啦，佢喺我生命入邊簡直係微不足道。其實我哋琴日見過佢，不過佢就甩咗。係喎，聽講佢係姑丈親生仔係嘛？佢點知㗎？係 Daisy 講㗎。佢份人真係天真，以為話俾爹哋聽之後，佢爹哋就會放過你哋。但係當羅錦新知道矛俊係姑丈嘅親生仔之後，佢更加想佢死啊！不過其實你哋想揾翻佢都唔難啦。矛俊份人我最清楚，羅錦新同埋宋宏忠害到佢咁，佢一定會翻去揾佢哋報仇。真係叻女啊！即先放風俾高浩雲、高學龍兩父子。照咁睇咧，佢哋兩個聽晚就肯定會嚟走會。而家我擔心嘅係矛盾。
我覺得佢唔夠膽嚟搞我晦氣嘅。如果佢唔喺酒會出現，咁即係話佢三父子就冇可能死埋一齊。羅俊輝，我最清楚，佢一定會嚟嘅。宋大根。嘿，曹老板，欢迎欢迎，恭喜恭喜！谢谢。曹老板，我跟你介绍啊，这就是我的好兄弟孝勇。啊，你好你好，欢迎孝勇。你那个死对头毛静，他的腿就是给孝勇打断的。真是大快人心呐！对。让我预祝我们合作愉快，一定愉快。干杯！我听说香港的高浩云来了台北，他可是毛静的亲生父亲呢。我不怕他来，我就是怕他不来。